比赛一上来，应该说中视这边的机器人选手，现在大家能看到屏幕上方就是通过我们的一名选手一个及时的一个信号的播。看来这次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空船运动到我们出现了。今天上海的部队。 踩速度啊，可以啊，非常遗憾。看这个，正面相撞，球就在中间，十分精正常看打的，但和人类就有点类似的地方。就现在比赛当中，我们可能会常见的现象，因为在这样看到的情况之下，其实挑战起来还是有些难。对。 但是我们也